我即摆手提这猪哥钱，这猪哥钱足趣味哦。伊甲你讲，查某毋是你一手我都掌握的，你使用过刀卡的武器。哦，所以讲身体歹就对啦。所以古早时代做良心要做的人讲，你袂使黑白烧哦，对吧？那现代人无共，我曾经伫台北伫大龙帮啊，看人伫烧鸡、金白钱、金条、银条，迄间剃头店我甲问讲，你烧鸡要送啥？伊讲，我这叫做猪哥钱，互猪哥来消费。我搁去对面一个干妈店，迄个干妈店阿婆啊，嘛伫烧鸡。我甲问讲，你烧鸡要创啥？伊讲，我看对面迄剃头店生意足好诶，我嘛要烧鸡。因为当场咧烧，我歹势讲。尾啊，我翻头甲讲诶时阵，我讲我拄啊去对面，伊甲我讲，这叫做猪哥钱。伊讲夭寿哦，无讲阮咧老狗最近常常啊遐猪哥。唔知真定假所以讲金银纸做一趣味的代志。所以这个猪哥钱伊是较特殊的行业伫咧使用特殊的行业那抑佫有一种中部较流行的，这叫做智慧金，你一定要互伊来看图，比如头前顶头3个，中即个无卡，就是代表伊贵咧，伊假贵。所以伊会做官，边仔2个眼头徛伫直，对吧？咱做人一定要有花样，花样愈侪愈好。比如讲，你共光桥，有的人是用肩胛头光，即个是用头脑头壳伫光，对吧？donc你共斗3工，你要先考虑你家己的力量。对。遮你拢做会到啊，你就法度开花结果，安尼。你就变聪明，所以讲，这要烧金正前先看一下，烧金正前爱先看一下吼。搁再来咧，我看这个白这锁啊吼，这是保温钱是毋？还是报温钱？我拢听人讲啦。因为确实叫做报温钱，报答上苍互咱的运输，走进去变做保温钱。其实这款金纸我是去到中部读册的时阵吼，才发现讲伊一份金纸里面有加一纸安尼，写一纸安尼伫内面安尼对。那刷来这捆这红色这同款是保温的是毋？还是？这保温的，这12元钱，这一般来在中部家己一带叫做花仔钱。花仔钱。对，保温钱。后来老师这经医是经医我曾经伫。所有看迄个准备出港，海洋足大的，因野济，野落去，所以无风险，就足顺的。那等于讲，伊相信安尼，那因那边拢练足大张，这叫做龟皮布，龟皮布，龟皮的。那经伊小姐足重要的哦。咱在7月半的时阵有上重要头前。路就是伫拜地官，是因为3关的地官嘛。伊个地官插香，后壁一定是敬果，敬果无就是三星。那搁在后壁就是拜好兄弟啊。老一辈拢甲恁讲，香插好，先烧敬衣，敬衣会讲敬衣，互好兄弟啊穿水，互咱交代。问题来咯，这就是邀请函、邀请的对啊。对。假使你嘛是用安尼一纸差了50张。就50个来。50个人。50个来。50个来，你嘛一块做一定食袂饱。对。食袂饱，伊就摇把叉。对无？对。所以讲，阮是教人讲，你买的时候会使买几支，但是饭前一块做差不多10张。10张。先烧10张，这是我的生意。我的生意，我会使这叫做家谱。考虑你准备偌济刀。就是你若较济刀就加烧寡。所以迄个庙的规片安尼，铺当然能烧规堆。烧一件。一件。结果烧了后拜拜，怎生意拢定去。
哦，好兄弟，结果去问新明讲，你今日烧伤济，好兄弟啊，食无饱在门口等。哦，在门口。我要安怎？讲补请。补请。烧较少咧，才解决。但除了老师今日传这个部分，另外咱看这个卡片做的这吼，老师这壶啊是太岁金纸是咪？这是金纸。金纸。对。因为太岁吼，咱袂使到太岁头上动土嘛，对吧？所以讲用一个头，代表讲你袂使甲我叮当。哦。啊，你话迄条太岁，就当然是规年拢袂顺嘛，对吧？啊，从这就是我都看到讲，迄个时代的人就是生做这个款。哦，那这个就是明朝。哦，明朝东厂。这个是日本时代。那民国20年开始，太岁就变安尼啊，因为伊禁止民国20年开始，伊就禁止你烧金拜拜，所以讲这叫做太岁，用伊个谐音就对啦。老师，你是毋是有这张的这个正版？迄是迄个生肖的纸，生水纸。牛仔叶呀？嘿，牛仔叶做的。对。这体感定是明朝。啊，老师除了这张宝贝以外，还佫有。这张是清朝。清朝。清代。清朝。清朝这张话吼，就讲你得识到伊，哈，得识到伊。伊这个敢若鞭啊，嘛敢若刀，伊会甲你挂头。哦。你看这挂头，这个是无欢喜的哦。啊，即摆这现代人，伊甲挂着，你也佫笑眯眯，所以讲，即摆少年人不服就是安尼，你烧金变做无文化去，你无法度说服少年人，所以讲一定爱照规矩来。照规矩。啊，老师像这张的年代是跨过偌久？民国25年。哦。迄个时阵，伊用日本人，哦，咱一看就知影，伊戴一个手套嘛。日本人上世界毛线牛，啊伊三角目，吼，就是风刺就对啦。啊日本人我歹，伊站咧涂骹，落地3分，对吧？所以这多样就知影讲，迄个时阵的人就是生做安尼，袂使得失到日本人。对，所以其实金纸这个文化其实也反映着咱生活当中你所认知迄款无好的物件，伊就其实就出现伫金纸顶头。对，所以金纸我都流传千百年，伊一定有足深沉的生活文化。